但是那都真的好巧诶，如果爸了那没啥啥上家呀，人家在这里，如果爸是有个等等着的是，哇，人家在这里就爸了呢，你路上来了啦，hello，走了，人家在这里。爸爸人家在这里哦，都从哪去上回钱呢？人家吵了。呼呼，人家在这里。